后来节目会是调雅和解的试金奖。中选会目前剩4个委员，无法度开会决议，恐惊会影响到明年的选务。行政院昨来公布到委员的人选，将来提名到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英良有主委，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吴柏宪为副主委。委员的名单嘛有在野党推荐的人选。立委是无分调雅，拢来表示讲，会以适任的原则来进行审查。交接应信。中选会包括主委李进勇在内，拢总6位委员，11月初3任期届满，如今敢若剩4位委员在职。行政院公布上新的名单。因为问这种问题，就会导引这个受访者。定定评论时事分析民调，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英良去提名中选会主委，学者出身，捌做过民进党民调中心主任，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期间做过研究会副主委、海基会副董事长，中选会委员，佮捌出任6委会主委。2019年退出民进党了后，就专注伫咧民调工会。副主委提名人选是捌做过洪中区律师团调集人的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吴柏宪。民主进步党党团没有推荐任何人选，未来在立法院的审查会从4格4任。方式来审查。民党团无推荐人选，正院伫咧委员提名是采纳在野推荐，5位中选会委员提名名单，包括律师吴文玲、前汤县汤市长陈宗义，国民党推荐的中华科大副校长李礼忠，含复兴科大苏家宏，民众党推荐的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苏祖桥，纳入南北意见，敢若嘛希望释出和解的善意。我个人是倾向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这份名单是这个行政权释出的一个某种程度是释出的善意啦。民众党团讲会遵照过去审查组级的天数发问卷出考题，包括针对敢赞成公投北大选的议题，请被提名人作答。这个决定敢要支持这份名单。中选会提名有关2026的地方大选，选务工会是真重要。这位人选敢会当过关，会阁经过立院的审议。屏东。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